爱订我频道。大家做伙耍，风在吹。五早，我是狗仔阿公。嗨，阿公，今日要耍啥？阮今日要耍风在吹。这要安怎耍？阿公先做几出题，譬如讲，风在吹，风在吹，要吹啥？吹穿吊大裤的。有这项物的人就爱换位，若是无位通坐的人，就爱做后一轮的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要开始了耍啊！哦，好，开始。风在吹，风在吹，要吹啥？吹穿袜仔的。大家拢有穿袜仔呢。我无位啊！换我做鬼，我想一个。风在吹，风在吹，要吹啥？吹有目睭的。大家拢嘛有目睭。换我做鬼。风在吹，风在吹，要吹啥？吹巴肚枵的人。我已经枵到巴肚咕咕叫啊！阿公你好。我上介意和大家做伙耍啊，有够欢喜！嗨，若是你有介意台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市站分享订阅频道，多谢。